我一个人真的不会注意到转角。哎，会臭嘞！哦，都饿了，都饿了，赶快拿一个。有没有长像海草的东西啊这个吗？ ？No， 哎，海草糕，哦，这也可以试试哦。现榨海草，有吗？人叫一份了，这款呢？哎，So I heard 会臭 seaweed is local specialistic food. 哦，不错哦，会臭啊，可以懂一个 taste 生物。OK， 老板，我们好了。哦耶！待很久了，这是让我来海草吗？相机先行模式。相机先吃，小康呢？所以这是海草糕。不是，是这个是炸海草。会臭可以懂一个 taste 生物。怎么样？泡泡叔叔，底味度啊，软软湿湿，湿软内在，酥脆外壳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吃哎。So this is the local specialistic food of Green Island. 会臭可以懂一个 taste 生物。Fried seaweed. I've never heard of it in my 口 life. 会臭。为什么？ Sweet potato。哦。早安。有啊，我们吃海草冰，还有加海燕窝。还有海燕窝跟海草都是绿岛还蛮有名的小吃，懂应该 taste 哦。然后很推荐。I heard seaweed is the local specialized food. 还有， Yeah. 还有，我们接下来还有什么地方你可以推荐给我们？没有去环岛，有环一些些。稍微那有去逛到哈巴狗的水美轮，呀，很忙哦。好像还没哎。都是蛮当地很著名的景点，都可以去绕来看。OK，而且那附近是不是还有温泉？也好像可以考虑一下哦。他有跟他讲啊，会臭，是懂体的 taste 生物，他叫我们一定要去试试看。 Seaweed is the local specialized food? What can you make it into? 海草冰啊，海草沙拉，海草年糕，炸海草，很多呢。